今日呢，你要讲哪个一个故事都在倒闭的国王跟新山。国王客家话叫做国王，新衣叫做新山。新三准备好要谈故事嘛 ？Are you ready?，Yeah，ready。 Ready, OK。头擺呢，有一個國王啊，伊當好做新衫。10點鐘呢，佢都會搬新衫來做哦。已經來唔擦風唔擦做，按到新衫本佢做嘅。有一日啦，就有兩個裁縫師呢，就來到一個國王嘅後邊嘅老國王講：國王啊，我老公講哦。我要到當要做新衫哦，我要做新衫本做，而且呢，我呢做的兩個布哦，冇咁樣，人老輩都冇咁樣，我做的布呢，聾的人看唔到，難視嘅人咪看唔到。國王就講呢，按厲害嘅布誒啊，咁你夾夾呢，老愛轉去做布哦，做兩個按厲害布誒，做到做衫本來嚟做。故說啊，國王呢就本佢也到一個明星茶裁縫車，人家本也到錢呢，像佢到了這樣按厲害嘅布誒，這裡差唔多1-2年的過後，國王他就等不及了。我很想我弟講佢都帶這都用的哦，你們猜，國王敢去家去看那佢到做嘅用版麼？他不敢，沒錯。他就派大臣去看看，然後呢，大臣就跑去，他就透過這窗戶一看，哎，佢看到嘛個？佢看到有兩個裁縫師都跟迷信茶時候，見到冇喊，那假裝的在踩裁縫車，不過冇看到布誒，一袋布誒都冇看到。按用佢係講佢冇看到啲布誒吧，就代表佢唔聰明，又敢難死，又敢戇，對不對？所以他就回去，老國王講，哎。國王啊，我老公講哦，嗰個布誒呢，當厲害，又個當強哦，一聽到好聲音，還有國王就知道當風行。各位今日過後咧，國王又做講，有冇蠻好呢？又個派嘅那個一個大臣，伊來去看啊，結果大臣一看，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？哇，更慘了，人都冇啊，連人都冇。伊也都當難事，連做家戲都冇家戲嘅咯。可是，一樣這個大臣做戲嘅時間，佢咪唔敢咯。一個國王講老實話，驚怕國王會吃到佢又戇又難事。他也是跟國王說：國王，一個部位呢做到東江的，一聽到他聲音，國王就想，那這樣前面兩個人去看了，我去看英國做的吧，他就也去看了，一看，永遠冇看到。媽，該東西都冇看到，嚴重了。國王就想講，我係講正經聲音講，我看唔到布誒吧，等於我就是不聰明又懶惰。按樣做唔得。後來他也跟大家說，我有看到呢一袋布誒。結果呢，這兩個裁縫師就對日頭還有嘅時間做到全部半夜，總算做好些誒。所以呢，國王就很開心的，他就站在所有的大臣面前，國王就到大家面前，然後三步脫鏘存到一條大布誒，聽聽。所以呢，他就假裝啊，那個裁縫師就假意，然後給做手誒啊，做衫布和做褲啊呢。但是其實有衣服嗎？沒有。順風全部嘅大臣呢，全部都講，國王，你做兩個正經人的，很好看很強哦。他們都不敢說實話，對不對？那遊行的日子到了呢，大家就做點江山布，國王們做點新衫，而去遊行啦。那遊行的時候，那國王就很自信的做點個新衫布行啊行哎，結果旁邊的老百姓都看到，嚇傻了眼。你的國王就衝按鈕，媽，該東西都冇做，可是沒有人敢笑出聲音，也就驚怕講出老實話的國王會欠。都見我老公國王啊，做兩個衫好看都演到哦。突然間有一個人衝出來了，媽啥？一個細下個嘅叫衝出來個，國王啊，你還在當介紹呢？哇，該東西都冇做哎。結果啊，這個小男孩一說了之後，大家都忍不住，全部都笑出來哎，大家都一起笑出來了。所以各位同學。只有誰敢說實話？是有一個誰來敢講老實話？你們願意當那個小男孩嗎？願意的請舉手。哦，
不错不错。其实啊，这故事还有番外篇哦。后来呢，国王就把他叫到皇宫里面去，跟他说：“哇，只有你一个人呢是老实人，所以他就奖赏了他不一样的礼物。而且呢，从那一次游行之后，国王就决定每個見溫先生呢，要做一個為民服務的好國王。所以這時候要不要給他一個讚？呀，給國王一個讚！講實話，誠實為上策，知道嗎？好，好，愛的鼓勵，我們下課。今天大家都表現得很棒，來，預備，起，下課。